五伏特的充电器，五伏特的，用手机充电的充电器来，手机充电电源线来替代。你看，红的正，黑的负。用那个好的手机充电器啊，小头坏掉，小头剪掉，4条线，你就留剩下红的跟黑色，红的正极，黑的负极。用手机充电器的那个插头还更好用，更耐用啊。